江苏的一座化工园区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夺走64条人命，什么概念？已经超过了2018年化工厂死亡人数的1半以上，这么严重。专家就说，如果在最内围，人是瞬间尸骨无存，要被完全气化，有这么严重吗？中博，我们来看看这个窟窿炸下去，有多少人害怕见光死？上礼拜四在江苏盐城这个发生的惊天一爆，他们现在讲，这绝对不是天灾，是人祸。经过空拍的时候，发现你看那浓浓的黑烟云，它是做农药的所以里面有化工原料，据说是放苯的一个地方的生产的一个地方呢爆炸。你看这个炸的那个整个过程，你知道当地测得的当时的这个中共的地震台有测到当地的地震的震度是3级。据目前他们的统计呢，有600多个人轻重伤。100多个人伤势相当严重，是60多人不幸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但是俊相，失踪人数列为20多人，你知道为何会有人失踪吗？因为在这爆炸的当下，在这个坑形成的当下，他们说现场瞬间还有很多的这个靠近的这个化工厂，靠近灾难现场的化工厂员工，可能马上被气化。什么叫瞬间气化？所谓瞬间气化，就是那个温度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之高，所以你人在现场，你可能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马上呢就尸骨无存。面对一个天津大爆炸，几年后江苏又出现了这样的惊天一爆，是中央的态度其实非常的果决。第一，你救灾第一；是第二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正在意大利访问的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也讲要维护社会稳定，对，并且要加强舆情引导，这非常的重要。今天发生了惊天一爆，你要提供媒体重要必知的一些讯息，不能让媒体瞎猜。我们讲的比较口语化一点，就是说救人第一，对，并且呢要维持社会的安定。此外呢，你要让新闻资讯公开透明，没错，透过舆论的监督，好，上头这样子做是没有错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要求下面要这么做，都没有错。但下面的人呢，尽想只手遮天，欺上瞒下。首先，我们来看看，你知道当地包括盐城一直到响水，他们所有地方上的一些领导，所谓领导跟记者息息相关的，通常就是宣传部门，对，或者是应急部门，对，这几个部门呢，既然被当地采访的记者发现他们出剑招，我们先来看这是什么样的剑招？这什么东西啊？他竟然要让记者没有办法空拍，所以刚刚有很多空拍的镜头，那还真的是记者冒死去拍来的，是，这叫做无人机干扰器。所谓无人机干扰器，就是你一旦记者派无人机上去想要空拍，然后看到他们的惨况，抱歉，这干扰器就让无人机掉下来。怎么会有这样子？上头要求你加强舆情引导，你竟然却是想要封锁舆情引导。好，这件事情我们一个合理的质疑，这个窟窿里面你埋了什么东西？你怕人家知道的秘密呢？是，好，我跟各位说，你说的这个窟窿，其实前2、3年就已经快要是马蜂窝了。是，包括它发生过很多的环境污染事件，董事长被判刑，也发生过他们以2018年为例，最近的1年，他有13次的公安检查是没有通过，所以他们现在上头的人就在讲，你们这些人只手遮天，竟然只是想走形式、走过场，让公安浑水摸鱼，还有贪污吸毒，怎么讲不完，对不对？好，可是我问各位，你刚刚看到了这个添加铀的化工厂，它毕竟只是你响水县的一个化工厂而已没错。你如何能够这样我们讲的，好像背脊很硬，八股很硬，水很深呢？好，我们先来看看呢，刚刚我们讲的，包括响水的这个宣传部，之前就有记者出来踢爆哦，他说你们不晓得啊，现在是2019嘛，他就讲到12年前，2007年，响水曾经也发生过一起化工厂的爆炸，对，死了8个人。是，他说他们回忆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竟然做了4件事情来限制舆论的引导。本来应该是加强，他是限制做4件事。第一，我威胁你，威胁不成，我软禁你。再软禁不成，我给你钱，我给钱你也不要，我色诱你，用这4大剑招。刚刚我们看到是空拍机干扰器，对不对？好，记者回忆，当时有个李姓记者，是一个大报的记者，他说他当时要去采访2007年的这个响水县的公安爆炸的时候呢，回到了宾馆，竟然宣传部副部长拎着几位浓妆艳抹的女子说：“哎呀，兄弟辛苦啦，哎呀，不要再采访啦，这几个女孩子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帮你马杀鸡。”好，还有一个
中央级的大媒体新华社刘姓记者说，他回到宾馆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他严正的拒绝。好，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呢，在我们讲这个响水县的这个宣传部，当年这些事情还得意洋洋的写成了一份经验总结报告。他觉得我盖得住事情，我吃得开，记者都听我的。上面写着，对付记者很简单，一般媒体一般对待。如果是重点重大的记者，中央的记者24小时黏 TT， 不让他去别的地方。可是俊相，你晓得我们刚刚一直讲到宣传部跟紧急部，说到紧急部，也就是安监总局后来的这个新成立的一个部门，现在的部长呢是他，叫做王玉普啊。我们晓得王玉普在紧急部长，你是不是在这次公安事件发生？他忙坏了吧？忙坏了，一定是在第一时间之内就出来，对不对？不对，他神隐了，他消失了，他不见了，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怎么会这样子？您要出来做危机处理，我告诉你啊，其来必有因啊。其实呢，以前2015年天津大爆炸的时候，是紧急部的前身安监总局的局长，他叫做杨栋梁，他曾经也是在灾难出现，天津大爆炸灾难出现之后，立刻出现来救灾，这才合理嘛。是，可隔天他就消失，你知道消失原因吗？为什么？他贪污被调查了。所以现在有人就讲，安监总局后来变成是紧急部，紧急部的部长在这次江苏大爆炸竟然都神隐，会不会他可能也出事了呢？